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aren 江柯韻。咁啊，其實完成3場嘅音樂會嘅，其實我依家嘅心情咧係好唔捨得噶，即係雖然係話筵席結束，終須分散，但係我係唔想呢個宴席係結束嘅，因為我超級 enjoy 啊！今次嘅成個配套係我自己都樂在其中，同埋因為我親自 curate 嘅，即係成個音樂會咧。嘅故事啊，嘅流程啊，我要講乜嘢，我要唱咩歌咧，全部都係我自己親自去 curate。因為我有一個 message 我想要帶出嘅。呢個 message 咧其實係想俾大家，尤其是香港人，可以感受到一個安慰啦，一個盼望啦，一個避風港啊。因為最近真係好多事情，大家都好唔開心，都好覺得啊好沉啊。所以呢一個係一個陪伴嘅音樂會啦，同埋零距離嘅。我應承咗零距離，真係零距離。係頭先咩零距離？零距離點樣到點樣咧？我係會落台親自跟住同啲觀眾係 say hi， 跟住同佢哋 high five 咁樣嘅，係有兩轉嘅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大家嗰個關係咧突然間近咗，同埋我揭露咗好多我冇乜喺媒體前面講嘅一啲我自己嘅過去，我嘅情感世界係啦。咁啊。希望有機會再搞啦，因為今次真係想佢可以俾更加多香港人可以聽到睇到。咦，同埋今次咧都好開心，我圓夢喎。係啊，真係好開心。隔咗15年，我15年前嚟香港咧，其實咧就好想做一樣嘢嘅，就係希望可以推出我嘅第一張廣東話碟。係咪好愛香港先？即係為咗呢一個碟，即係準備又咪準備嘅，即係15年之後，我都一直放喺我心入邊，直到今日係終於係有得賣噶啦。但係咧，因為我覺得呢個賣嘅方式咧都非常之特別嘅，唔係喺上架乜嘢鋪頭嘅，而係咧你見到我呢個人咧，你就可以買噶啦。即係譬如話，如果你嚟我嘅音樂會，好似今日咁樣見到我，你就可以買噶啦。咁啊，另外一個最簡單嘅方式咧，就係 IGDM 我啦。就係 Karen Kong Music KRENKONGMUSIC，Threads 都得係啦，不過 IG 就多啲睇嘅。係啊，呢個設計咧，其實就係一個 NFC 嚟嘅。你睇佢咁 mini 咧，好似我咁 mini 嘅。咁啊，佢咧係有一個NFC 嘅嗰個貼紙下邊啦。咁所以你淨係需要咧用手機嘟一嘟佢咧，你就可以聽到我今次呢一個 Light EP 嘅歌啦。咁有6首歌嘅，有 Don't Wanna Move 人事崩壞，原諒有用，岩石的形成 Light。仲有一首咧係未擺入去嘅，叫做有你愛我。咁啊，點解未擺咧？因為未出，所以當我出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更新嘅雲端，你就可以喺呢一度聽到啦。係咪好新穎咧？